以上就是我们阅读测验的题型分享。最后，我们还是要跟考生以及一些对中高级认证考试有兴趣的朋友提出一些叮咛。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考试前必须要熟悉的。第一，在报名后，课委会寄出一些教材，让大家多研读。那也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研读这些，因为里面它是有附录一些音档，所以你可以在一些场合里面呢，只要有播音的设备，你都可以把它播放出来让你听。第二，请务必在报名的网站上面多参考一些考古题。那它网站上面所提供的练习题呢，请务必要去多多练习。这个并不是让你提高分数的必需品，但是它一定是让你比较能够熟悉考试的一些方法，以及在你考试的时候，你才了解你要怎么回答，才不至于紧张。那第三点，测验的时候请不要紧张，请您专心一意，因为有时候题目一念完就过去了，你要让它重播，它也不会让你重播，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非常的专注来考试。第四个，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教学影片里面一直强调的都是去解析关键词汇，所以考生务必要紧紧抓住关键词汇的一些解释以及它的意思，这样你才可以非常道地、非常精准的来回答题目。第五个，如果是在选择题，当你一知道答案，你就不用怀疑，马上就用滑鼠去点选答案，把答案送出，以免题目过后你又在那边三心两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答题的正确率。但是如果你题目都念完了，你不确定的时候，刚刚我们在教学影片中也有提供了一个小技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删去法的方法，让你把不可能答案删掉，这样的话你就可能变成4选1变成2选1，这样的话也许答对率会比较高。第六个我们要去准备的就是说，像刚刚提到的阅读测验或者一些听力测验，它题目还没播放前，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先用眼睛去扫描过选项的答案，这样当我们听到题目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抓到选项的重点以及正确的选项。第7个，当你报名的时候，你选择的某一个腔调，你考试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你报名时候选择的腔调来作答，你千万不可以报名思先腔，结果用海陆的来回答，这样的话，那你整个就算是答题非常的正确，可是因为你的腔调不对，都会以0分来计算，所以请考生们务必要注意这个要领。当然，用不同的课语来回答都已经不算分数了。如果你用华语，不是要你用华语回答，你用华语回答，或者甚至有一些考生曾经有考生出现过用英文回答或者用闽南语回答，这些都不会被积分的，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除了发音之外，当我们在口语表达的时候，还有一个流利度，也就是说你不能支支吾吾的，你要考虑到你回答的这个流畅度，只有发音正确、流畅度高，你拿到的分数才会高，这样才能比较得到高分。所以在这里最后我们要预祝大家可以很顺利拿到高分，来通过我们中高级的考试认证。请大家也务必要多练习，期待大家在通过考试之后，我们可以一起为客家语言的传承来努力，让我们客家语言可以永久的流传下去。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教学影片，谢谢大家。安之西多车神蒙他家。